尾段接近600啦，前面放嘅馬仲係智勇名區啊，爆笑就跟住你跑噶啦。第3位嘅馬有風起雲湧內欄，第4係論文啊，第5位仲係悠悠乾坤內欄，第6係追風啊。後邊嗰5匹馬啦，裕達寶區啦，騎出去外邊啊，尾4大面箍就係奮鬥輝煌啊，尾3內欄閃亮老窩，尾2君自成拋咗落尾，係不假外求啊。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智勇名區仲係佔先嘅，爆笑開始立上嚟追佢啦，埋邊有論文啊，中間風起雲湧啊，外邊追嘅馬呢仲係追風啊，後多層嘅奮鬥輝煌啊，最後100零米智勇名區仲係拋嚟1個身位，爆笑喺外邊啊，入邊打上嚟嘅馬仲係隻論文啊，接近終點智勇名區一放到底啊，跑第2名係爆笑啊，第3名論文，第4名呢？Electric style. Electric style.